总统赖清德伫初五暗时伫双十暗会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拄啊过75岁生日，所以无可能是113岁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有日本学者是认为，赖总统这款的讲法是真新嘛真趣味。所以总统会伫双十典礼来发表谈话，我感嘛真关心讲关系到两岸关系相关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 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初五伫台北大巨蛋的双十暗会，总统赖清德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可能是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也讲，若有人要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用词爱精准，唔通用祖国2个字。这个新的两岸论述引起英国《卫报》、《独立报》等等外国媒体关注。清华大学英语讲座教授、日本籍学者小笠原欣幸也伫面册答问分析。 赖清德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抗做伙，讲中华民国是祖国，赖清德是头一个安尼讲的总统，而且认为赖清德以前总统蔡英文中华民国台湾为基础，加入家己的解说方式是真新真趣味的观点。过来也有学者认为，赖清德的致辞呈现2大重点，凸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是台湾的祖国，中华民国的祖国，那这个显然是不符合事实。 第二个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基本上仍然是互不隶属的。国庆的演说，这是他在就职演说之后第一次执政，过了将近4个多月，将近5个月。 那他在两岸关系的政策的立场跟主张上，相较于就职演说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当然是大家关注重点了。针对赖总统的双十暗会致辞内容，中国目前并无发表回应。学者认为，双十暗会的致辞只是起头，接下来双十典礼的谈话，这是牵连两岸关系的重点。记者林卓凯台北报道。